上周我接到了一位年過7旬的先生打來的電話，他用顫抖的聲音對我說：醫生，我剛剛維持了整整30分鐘，我妻子都哭了，他還以為我偷吃了什麼危險的藥物，但事實上這全都要歸功於你教我的那一隻生薑混合物。他說他已經有整整20年沒有感受過如此的強健、充滿活力和自信了。然而僅僅幾天之內，一切都改變了，不是靠藥物，不是靠手術，而是靠一種簡單卻常常被遺忘的自然方法。我是一名獲得醫學委員會認證的男性健康專家，在過去的30多年裡，我與成千上萬名60歲以上的男士們並肩同行，幫助他們重拾力量和柔韌，恢復與伴侶的親密生活。我總是選擇那些有科學依據，但其他醫生卻不常提及的自然療法。今天我將要分享的內容，已經改變了全國無數人的生活。我相信這也能成為你的希望。很多人認為年紀大了，體力、元氣下降是理所當然的，但事實並非一定如此。其根本原因在於血液循環的下降，而這個生薑混合物就是一把簡單而有效的鑰匙，能從內部幫助你改善血管。稍後我將告訴你如何製作、如何使用，以及成千上萬名65歲、70歲乃至75歲的長者們親身經歷的真實效果。大部分男士在短短3到5天內就感受到了顯著的變化。然而，有一個常見的錯誤會讓很多人錯失這個良效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堅持看到最後。我相信是時候讓你重新找回自己了。一切力量的源泉，血流。要理解為什麼這個生薑混合物對60歲以上的男性有如此特效，我們必須先明白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：我們所有的力量、柔韌性以及在夫妻生活中的自信，都取決於唯一的要素——血流量。我想先分享一點我的個人經歷。當我自己邁過60歲時，我開始感受到一種雖無聲卻讓人不安的變化。這並非因為過度勞累，也不是因為缺乏熱情，我只是感覺到身體在發出某種不對勁的信號。直到我開始深入研究血液循環之前，我並沒有真正理解這一切，不僅僅是從理論上，更是通過我自己的身體，以及我這30多年來遇到的成千上萬名男性患者的身體。血液就是生命，它將氧氣、營養、荷爾蒙和能量輸送到我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，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決定我們活力、耐力和親密關係的關鍵細胞。60歲以後，身體開始以一種很多人無法立刻察覺的方式發生變化。動脈變得更硬，血流速度減慢，那些曾經傳遞着年輕活力的血管也漸漸變得狹窄。這一切都發生得非常緩慢，一點一滴，直到最終你感覺到自己變弱了，你失去了晨勃，或者無緣無故地感到精疲力竭。但請記住，這不僅僅是老化的問題，其核心在於血流量。我親眼見過70歲甚至80歲的男性，通過改善血液循環，變得更強壯、更自信，並修復了與妻子的關係。這才是我要與你分享的一切的基礎。如果血液不能順暢流動，那麼任何藥物、任何運動、任何意志力都無法帶來真正的結果。而好消息是，大自然給了我們一種無需藥物、無需手術，也無需擔心副作用的有效方法來改善血液循環。這個秘密很可能就在你家的廚房裡，來自一種你非常熟悉的根莖——生薑。大自然賜予的強大武器——生薑。我想和你分享，我第一次將生薑作為處方
而不僅僅是調味品來使用的故事。我的患者朴先生，一位70歲的紳士，曾經精力充沛，他不想依賴藥物或任何人工的方法，他真正想要的是自然的東西。於是我向他推薦了生薑，不是瓶裝的薑粉，而是那種充滿辛辣香氣和生命力的新鮮的生薑根。很多人至今仍然不知道，生薑不僅僅是烹飪用的，它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，用以恢復血液循環的最強大的武器之一。科學已經證實了這一點。生薑中含有薑亞素 gingerol 和薑烯酚 sourdough 這樣的活性化合物，它們能刺激血管，放鬆動脈壁。最重要的是，能幫助身體製造更多的一氧化氮nitric oxide。一氧化氮是發出擴張血管信號的關鍵分子，它讓能量、氣血流遍全身。當這一切發生時，許多男性都報告了驚人的變化，他們的手腳重新變得溫暖，胸中充滿了活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們在臥室裡的強健也回來了。不僅如此，生薑還能減少炎症，有助於維持健康的液酮水平，甚至有助於平衡血糖。所有這些都是在60歲以後維持活力與親密關係的核心要素。我至今還記得，在採用了這個方法僅2週後，朴先生再次打來了電話，他放聲大笑，那種他自稱久違了的笑聲。他告訴我，醫生，我的血液好像又重新起舞了。所以現在的問題是，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使用生薑？它應該與什麼東西搭配？怎麼樣的配方才能真正帶來卓越的效果？改變生活的生薑混合物配方。我將要與你分享的這個生薑混合物，並非來自實驗室或生硬的書本，它來自傾聽。我傾聽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年男性的故事，傾聽了世代相傳的智慧。我不僅看理論，更傾聽身體的實際反應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發現了一個簡單卻極其強大的組合。這個配方不是用的乾薑，而是用一切就能聞到辛辣香氣和活力的星號新鮮生薑星號開始的。接着我們加入星號新鮮的檸檬汁星號。檸檬不僅是調味，它有助於肝臟功能，清潔動脈，並幫助其他成分更好地被吸收。再然後是未經加工、未經加熱的星號天然生蜂蜜星號 raw honey。它不僅能緩解炎症，還增添了一絲微妙的甜味，讓你真正期待這個混合物。最後，我們加入浸泡了一夜的星號黑葡萄乾。這似乎是個意外的成分，但它含有一種微量元素硼星號 boron。它有助於維持液酮，並幫助血管保持彈性。這4種成分和諧地結合在一起，它們不僅是改善血液循環，更是為了讓你頭腦清醒，讓身體重獲活力。最重要的是，讓你重新找回自己。這並非藥片或粉末，而是我們身體早已熟悉的天然成分。這個混合物的真正力量，不僅在於成分本身，更在於它們如何協同作用。生薑，它是基礎，喚醒血管和神經系統，促進一氧化氮的生成，向身體內部發送一個明確的信號：打開、行動、復甦。檸檬汁必須是鮮榨的，而不是瓶裝的。它提供了維生素 C， 保護動脈，並提升生薑的吸收率，使效果加倍。生蜂蜜不僅僅是甜味劑，它能緩解炎症，並幫助管理能量和壓力的腎上腺。60歲以後，壓力管理是維持強健和親密關係的必備要素。泡發的黑葡萄乾，小小身體，巨大寶藏，富含抗氧化劑、鐵和硼，
自然地幫助液酮，並保持血管的柔韌和彈性。製作方法與食用方法，如何準備與成分本身同樣重要。這不僅是關於混合，更是關於尊重我們的身體。準備2大酌約2湯匙的新鮮生薑，去皮並磨成薑末或細碎。生薑必須盡可能新鮮，那股辛辣的香氣就是它的生命力。擠入半個新鮮檸檬的汁，絕對不要使用瓶裝檸檬汁。加入1小酌生蜂蜜 raw honey 未經高溫處理的蜂蜜，輕輕攪拌，靜置片刻，讓蜂蜜的甜味中和生薑的辛辣。放入浸泡了1夜的1小把黑葡萄乾，約10到15火。泡發的過程釋放了它們的營養，使其更容易消化，效果更強。將它們在一個小碗或杯子中混合。如果願意，可以加入少許溫水，注意非開水，使其更順滑，易於飲用。攪拌時，請給自己片刻的安靜，聞一聞它的香氣，感受每種成分中的生命。這不僅是藥，更是營養。製作這個混合物只是故事的一半，另一半也同樣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它。時機、頻率和恆心決定了它的效果。最理想的時間，早晨空腹。此時你的消化系統最乾淨，血液正準備吸收，循環系統需要點火來開始新的一天。把它想象成你早晨的點火開關。食用方法：將混合物輕輕攪勻，深吸一口它的香氣，然後慢慢咀嚼或飲用，讓它緩緩地滲入你的身體。之後再喝一杯溫水，有助於吸收和補充水分。食用頻率：每天1次，持之以恆。有些人認為越多越好，但在自然療法中，堅持永遠勝過過量。每天早晨這1小酌的量就足夠了。耐心，給身體一點時間。我所接觸的大多數男士報告說，他們從第3天或第4天開始就感覺到了變化，身體更有能量，手腳開始變暖。到了第2周，最顯著的變化體現在了他們的親密生活中，情感的復甦以及常見的錯誤。在過去的這些年裡，我從無數60多歲、70多歲的紳士口中聽到了同樣的告白：醫生，我只是想再一次地感覺像我自己。我希望我的妻子能用那樣的眼光再看我一次。這種渴望被愛、被需要、渴望活着的慾望，並不會隨着年齡而消失。我在這個生薑混合物中看到的，不僅僅是身體的變化，更是星號情感的復甦星號。許多男士告訴我，他們的妻子開始不一樣了，他們的微笑變了，彼此的對話變暖了，臥室裡的沉默也漸漸消失了。然而，正如我前面提到的，一些小小的錯誤可能會拖慢你的腳步。這麼多年來，我看到太多人滿懷希望地開始，卻因為沒看到預期的效果而過早地放棄了。錯誤1：使用劣質材料，新鮮度決定了效果。瓶裝檸檬汁的維生素 C 早已流失，超市裡普通加熱過的蜂蜜，珍貴的已被破壞。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效果，請必須選擇星號、真材實料、星號、新鮮的生薑、未經加工的生蜂蜜、有機的檸檬。錯誤2：無法持之以恆這個混合物，靠的是堅持，而不是劑量。就像給樹澆水，如果停了幾天，它就會枯萎。每天早晨1次就足夠了。錯誤3：在油膩大餐後飲用，吃飽後消化緩慢，身體很難充分吸收這些營養。最好的方式永遠是空腹。最大的錯誤：放棄得太早。第1天，你可能怎麼也感覺不到，但這並不意味着身體沒有變化。在內部，
引擎已經在預熱了。請記住，幾天之內，大多數紳士都會感覺到小小的信號。拔掉雜草，才能讓鮮花盛開，戒除壞習慣。談到健康，我們不僅要關心給身體增加了雜膜，更要關心減去了雜膜。我發現很多紳士即使採用了自然療法，補充了營養，效果依然微乎其微。原因就藏在他們每天重複的習慣裡。那些習慣正在悄悄地偷走你的能量、強健和自信。飲酒過量，酒精使血管收縮，升高血壓，降低液酮，並給肝臟帶來巨大負擔。無需完全戒斷，但減少是必須的。抽煙，這是男性血液循環的頭號殺手。每吸一口煙，血管都在收縮，並破壞血液流動所需的一氧化氮。錯誤的飲食習慣，年輕時身體可以應付油炸和紅肉，50歲以後，你的血管已非昔日。紅肉和油炸食品中的飽和脂肪會堵塞血管。請用魚肉、三文魚、魚和蔬菜來代替它們。久坐的習慣，退休後長時間看電視或喝茶，會阻礙血液循環，使肌肉萎縮。每小時起來活動一下就已足夠。每天30分鐘的快走會帶來顯著改變。睡眠不足，液酮在睡眠中再生，血管在睡眠中修復，能量在睡眠中充盈。壓力，慢性壓力會分泌皮質醇，這是一種與液酮作用完全相反的荷爾蒙。很多人問我，醫生，只喝生薑混合物就足夠了嗎？我總是坦誠地回答，不夠。生薑混合物是一個強大的工具，但它需要一個良好的環境才能發揮作用。如果你依然抽煙、酗酒、吃油膩食物、睡眠不足，你的身體就像一扇緊閉的大門。生薑混合物可以敲門，但無法進入。重拾自我之路。我清晰地記得一位68歲的朴先生，他來找我時，他說：醫生，我感覺不再像自己了。早上醒來，身體沉重，毫無生氣。我的妻子，她離我越來越遠了。診斷後，我發現朴先生仍保持着許多有害的習慣，每晚飲酒，一天一包煙，熬夜。我告訴他，必須從戒除這些習慣開始。朴先生很猶豫，但他還是嘗試着，一點點做出了改變。他減少了酒精，香煙減半，飲食改以魚類和蔬菜為主。他養成了每天早晨步行20分鐘的習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開始每天早晨空腹飲用我教他的生薑混合物。僅僅3週後，他帶着燦爛的笑容回來了。醫生，我的手腳又變暖了，我睡得也香了，早上起來神清氣爽。我妻子也說，我看起來更健康、更年輕了，她也開始更願意和我聊天了。朴先生的故事絕非個例，他只是鼓起勇氣，改變了有害的習慣，並堅持了自然療法。他的身體得到了恢復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精神生活和他與伴侶的連接都復甦了。只要你實踐今天分享的方法，也許在第一周結束時，你就能開始感受到變化。你會發現，那些常年冰冷的手腳，重新變得溫暖。有些紳士告訴我，他們體驗到了久違的晨勃。3週後，變化會更深刻。你的耐力會明顯提升，你的伴侶會注意到你的不同，一個更有生氣、更活躍、更有存在感的你。如果你能觀看至此，我相信你是真心關心如何健康並充滿活力地生活，而不僅僅是活着。你值得擁有這一切，而我將永遠在這段旅程中與你同行。